掌声鼓励！上！虽然讲中有一个长辈要过马路，啊，阮无法度讲遮准时啊，剩几秒紧去你表演安尼，人生总是比戏剧较重要。迄当初我心内感觉就是表演是表演，但是甲人生比起来，人生原来是较重要的代志。毋则讲迄段对我来讲是足难得的。赞！过奖！胡阿伯过马路好笑因为咱拄开始咧拍鼓的时阵，伊要行过来啊。那是上好。我过来，你我惊到，对，咧手棍啊，你知哦？尊贤啊。对，啊，但是我来讲，咱表演归表演，咱上人照顾者。但是我一面行，我一面行，咱秒数无够，你知无？我就甲你教互我，你长辈教互我，我行到这我过来，你咧车棍啊，你知？